咱先来看强烈风台凯美已经减弱咗中度的风台，翻点的时，风台的中心伫宜兰县南澳附近登陆，伫透早4点20分对桃园心澳出海。气象署预告，今日暗时到半暝，咱台湾本岛就有机会脱离暴风圈咯。也毋过，受到风台外围云系佮西南气流的影响，中南部雨会落甲真大，山区佮有地势较低所在，就要特别小心。另外，台湾的高铁宣布讲，下晡2点就开始恢复发车，代替西部干线、彰化甲潮州区间的快车，下晡3点开始通车。南回线因为风雨佮真大，继续停驶。东部干线从地甲河林，因为水崩山中断。阵风不断，火车好亲像行驶时阵去掘着弄着分隔岛，顶悬枪顶煞倒落来，扫着对向车道的小客车，大货车驾驶头去侧伤，也有卡落着送医，好在再无生命危险。事故造成双方车辆轻重不等车损，警方已受理成案，双方价值均正常，酒测值均为0，肇事责任尚待分析。大众运输的部分，台北捷运早起6点正常发车，7分钟一班车。高架路段会看风力的状况做调整。台湾高铁早起停开，下晡2点开始，为南港甲左营这两边每点钟发3班全自由座的列车。代替是因为风雨了后，路线爱巡检，下晡3点前维持停开。凯美风台过去3点钟强度有小可减弱，中心是伫新竹西方，本岛还未完全脱离风台暴风范围。这个台风它南侧伴随了非常旺盛的对流云系，因此虽然脱离了暴风圈，但是中部跟南部的风雨还是相当的强劲的。要提醒大家，在今天都要留意强风豪雨的现象。气象署持续发布大水雨的直播，苗栗县以南到屏东县，也有台东县，拢有超级大水雨发生的机会。这2天以来，屏东县的马家乡、马家村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1200毫米。宜兰县大东乡太平村雨量嘛有超过1160毫米，高雄茂林、屏东的山地门、太武乡、春日乡累积降雨量拢超过1000。嘉义县德雅乡累积降雨完了超过900多毫米。我们这次的中雨量就移开了，所以跟马克还是不能对比啊。但是这种降雨的形态啊，这种副带还是影响台湾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台风防灾上面特别要注意的。专家分析，过去重大风台灾情比较较少伫风台中心，真侪时阵拢是伫风台外围。拜时规工，中南部山区也是爱严防大水雨地区灾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